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先稍微复习一下上一堂课所讲的，因为这个呢是蛮重要的。那上一堂课呢，我们主要是讲到第58页，就提到说呢，这里讲的此处所说的一根。那讲到说此处所说的一根之后呢，那就讲到说，那此处所说的一根呢，易线前呢，那它所产生的方式呢是有几种，那就提到呢各个组织呢它所承取的方式呢有不同。那第一种呢就讲到说交替产生，那第二种呢就提到说三者一同产生，那以及说第三者讲到说为相续后继产生。那第一种呢就讲到说交替产生，那交替产生呢就如同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到说，就是在官修禅定的时候呢，有一种修法呢就是禅定呢，它是交替产生的。那所谓禅定交替产生的呢，就是提到说，它一开始呢是先观修无漏的禅定，然后呢之后观修有漏禅定，再观修无漏禅定，也就是呢在两个无漏禅定之间呢，它会插入一个有漏的禅定的这种观修方式呢，就称之为是交替的禅定的观修。那所以同样呢，这边所讲的交替呢，就是嗯中间掺杂一者，或者说轮流的意思。所以讲到轮流的意思呢，或是交替的意思呢，就提到说呢，一开始呢先升起了根线前，那根线前之后呢，再升起一个异线前，那异线前之后再升起一个根线前，也就是两个根线前的之间呢插入一个异线前，然后透由这种交替产生的方式呢，那这是第一种，这是第一种产生的方式。第二种主张呢，就讲到说呢，就是一开始呢，先升起了第一刹那的直射根线前，那第一刹那的直射根线前呢之后呢，那三者同时产生，那这三者呢，就讲到说第二刹那的直射根线前，还有第一刹那的直射异线前，那还有说呢，领纳这两者的呢自正线前，那这三者呢同时产生，那三者同时产生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三种不同种类的心事呢，它同时的产生。那在这三种不同的心事里面呢，就讲到说呢，直射直射跟线前的第二刹那，还有直射异线前的第一刹那呢，这两者呢是所谓的往外见。那质正分呢，就是所谓的往内见。那这里的往外见，还有说往内见的意思呢，就讲到说呢，非心绪所设的这一种呢，就是它的所缘是往外，非心绪所设的这一种的话呢，称之为是往外见。那往内见呢，就表示这个心是它的所缘呢是心绪所设的缘故，所以是往内见。所以呢，这边就提到呢，像根线前还有异线前这两者呢，它的所缘是向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所缘的呢是非心绪所设的法类。那自正分呢，它所缘呢是往内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所缘呢是心绪所设的这种心的缘故呢，了知的缘故呢，所以这边呢又区分为说往外见还有往内见的这两者。那前两者呢是我们上一堂课呢所讲述到的主张。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第三者，那我们看到第59页的第二大段开始。那第三者的主张呢，其实也就是至中所主张的。那我们这边呢就先念一下。那第三者呢主张就是依节尊师徒，那节尊师徒讲的呢，也就是说宗喀巴父子等，就是依着宗大之父者密意而认为呢，唯有紧随于最后刹那直射根线前之后才产生的直射异线前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可以从这个它的主张呢，就是第58页，就是倒数第三段呢，有讲到说，他的主张，第三者的主张是什么？叫做唯相续后继产生。其实光看到唯相续后继产生之后呢，就可以知道说呢，异线前的升起呢，它一定呢是要在唯相续后继，就是说它唯有在跟线前相续的最后继才会产生。最后继的意思就是说，唯有跟线前结束之后，跟线前一结束，它才会产生，所以叫做唯相续后继产生。所以光这个唯相续后继产生的这个名字呢，就可以直接来遮止第一跟第二种主张。因为第一种主张呢是说在两个根线前之间呢会升起一个异线前，所以就表示说呢，第一个主张它是表示在根线前，比如说这个根线前呢有5个刹那，但是呢在5个刹那还没有结束之前呢，比如说第一个跟第二个刹那之间呢就会升起一个异线前。那所以这边就不符合，就是第三个唯相续后继产生，因为
为相续后继产生，就是说它要在这根线前这5个刹那，它相续的最后继就是最后一刹那结束之后呢，它才会产生的缘故，所以自然呢，第一者呢就是遮持掉了。那同样呢，第二个三者一同的产生也是一样，因为提到说第一刹那升起了根线前之后，那第二刹那的根线前跟第一刹那的异线前，那还有地正分三者同时产生，所以呢，异线前它跟根线前也是同时产生的状况。那这种呢，对于第三个来说呢，是完全不符合的，因为至终就是主张说，唯有根式的相续结束之后，就是它完全结束之后，它的后继才会产生。所以呢，光这句话就可以直接遮止掉第一个跟第二个，第一种主张跟第二种主张不符合的地方。那刚刚呢，仁波切呢就讲到说呢，就是这里呢提到说，就是第三者的主张呢是依着就是宗喀巴大师的父子的密意呢，然后而去承续。那这里呢最主要就讲到说，其实无论是像是克楚格大师呢，他在就是除异案论里面呢就有提到说，就是唯有根系结束之后呢，才能够唯有根线前结束之后呢，才能够产生异线前。那同样的呢，在耿真珠大师，也就是第一次的达赖尊者呢，他所造的就是量理庄严论里面呢，也是同样的提到同样的观点，所以主要呢是依据他们两者的这个经论呢，然后来成立这个主张。那现在呢，就是人们那边回复说，因为今天网络就是印度的网络很糟糕的缘故，所以今天呢上课就先上到这边。